礼拜时间也已经到啊，只是请咱安静咱的心，袂倒来慈悲朝见上帝。听通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的，伫我的门徛边听候的，迄号人有福气，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也要对耶和华得到恩惠。这时，咱们由敬拜团带咱用俄罗的歌来朝见上帝。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与我们一同敬拜，欢迎你们。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跟你隔壁的邻居说，我们今天早晨要一同的敬拜，平安，跟隔壁的人平安。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会随着环境起伏，但真正属天的喜乐是从神而来，不会被夺去。圣经说，你们要常常靠主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我们用这首歌来宣告，神的喜乐是从天而来的，是属于神的，是没办法被夺走的。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那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来敬拜，属天的喜乐要从天降临在我们当中。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
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主天喜乐，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用第二首的诗歌来回应他，因为唯有他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满足，也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爱慕。这世上没有其他的事物能够带给我们这样子的满足。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耶稣。你是我奖赏，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试炼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我全所有，就我喜乐在于你。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暴风雨中我灵歌唱，与你同行，荣耀归给上帝。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
伤，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失恋中，我定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请持续站立。这时，请咱议员起来，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2页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信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是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学生，请坐。这时，请大家对我三角来交读刻印。咱今日要刻印的是《旧约圣诗》刻印文第39篇。这时我来刻，恁来印。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天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无阁有。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就是新的创作，天后丰富。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搁个把伊双手吹去朗总的目屎，无要搁有死实，无要搁有哀伤、嗷叫、疼痛。坐伫座位的讲，我换成万米。搁甲我讲，已经成啦。我就是阿里法甲俄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得胜的人要先接遮的，我要做上帝，做我的囝。这时，请大家甲我做伙同心压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爸，阮要感谢你对阮交全的固守。阁想使恩典满满伫阮的身躯顶，互阮伫人生的路途中，无论拄着啥物的代志，你拢互阮顺遂经过，互阮享受着平安喜乐的日子。今日阮三角组织伫即个圣殿，要来感谢你，来学乐你。愿阮今日的敬拜，拢诚做你所欢喜的。阮天父的爸，阮是微细，阮的身躯是土沙，阮是有罪的人。恳求主你赦免阮，听阮弱细的祈祷，互阮伫勇壮的时会晓感谢你，因为主你互阮有活命的日子，有喙来保养你的圣尊名，互阮伫艰苦、疼痛、病痛的时，也会晓感谢你，因为阮会晓通求叫你的名，欢喜听候主你的帮助。人民人的天父，伫阮的中间。有检查有身体欠安的，有事务不顺的，有心神软弱的，
这是阮恳求天父，互因安慰甲带领，互因的心内因为有主的赏赐、平安甲喜乐，甲因三甲伫地。阮伫天的爸，求你教导阮学习你的模样，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以你的观点来看事物，以基督的心为心，去办理你所交代阮所做的事工，互阮彼此相听，互相接纳，互阮一同成长，一同建立听的教会。阮也要求主祝福伫今日的敬拜，互阮的心主来敲开，互业长老诚侪你的出口，用主你的道来教示阮，愿一切荣耀拢归主你。阮安尼祈祷，拢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即时咱有圣歌队要来吟，耶稣调我来行天路，来学路上主。准备。我们等一下就是在间奏完之后，我们可以邀请会众一同来唱，然后一同来敬拜。
咱感谢圣歌队所带来的俄罗的诗歌。这时咱要来讲述上帝的话，今日咱要来看这段圣经，实在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咱要对看马太福音第22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14节，请注意你来看，我来读。马太福音第22章安尼讲，耶稣应伊，佮用譬如甲伊讲，天国比凭人君甲伊的囝备办婚姻的宴席，找伊的奴仆，调所请的来赴宴席。若是因无来，佮找别个奴仆讲，去甲所请的讲，我的岛已经备办遍，我的牛甲肥的精生已经抬，万项物拢变，就来赴宴席。第5节，因无要紧做因去，一个去因的餐园，一个去因的生理场，其余的掠伊的奴仆，凌辱伊，杀因。人君受气，找伊的军兵，凿灭遐个凶犯，烧因的城，就甲伊的奴仆讲，婚姻的宴席已经变，若是所请的袂堪得。所以恁去大路头，见若所拄着的，拢请伊来赴宴席。遐个奴仆出去努力，自己凡所拄着的，无论好歹，婚姻的客厅人客就满。人君入去看人客，看见伫遐一人无穿礼服，甲伊讲：朋友啊，你无穿婚姻的礼服，怎样入来食？伊就真正迄时人君甲遐个找因讲，绑伊的骹手，将伊ฮ็伫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要有铁铐夹牙切起，因为所调的多，所敬的少。这时咱要请叶长老来讲道，今日伊要咱分享的题目是宴席，咱请叶长老。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各位所分享的信息是筵席哈，这个宴席就在我们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讲了好几个筵席的比喻啊。这个马太福音22章这里特别讲到，他说出去要举办这个宴席，因为他的儿子要结婚了哈，就是要结婚要请大家进来，结果说去请的人都不进来。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宴席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西门的家啊，泰国西门啊，就是麻风病西门的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还都出现了一个谁？一个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去的时候，把那个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耶稣也讲了那个宴席的比喻。他说：你们举办宴席的时候，要请人的时候，不要请那一些会回报你的，要出去外面请那一些残废的、瞎眼的、瘸脚、跛脚的这一些人把他请进来。那一些人呢，你请了他以后，他不会再回请你，所以这个代价呢，就记在那个神那边了，神会报答你。所以耶稣讲了好几个筵席的比喻，都是在哪一个时候？都是在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钉十字架以前。所以这个筵席的比喻，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那三个来祈祷。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宴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穿上这个礼服，进到你的筵席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唯有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才有资格进到这里边。唯有穿上你所赐的礼服，就是信徒所行的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进到这一个羔羊的婚宴里面。求你保守我们，常常相信，常常看见这些价值。我们将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起亲的宴席里面，它里面讲到说天国啦，天国好比什么？每一次都讲天国好比什么？天国好比什么？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
举行那个摆设起亲的筵席，拿挖仆人去请那一些被招的人来，他们都不肯来，结果他们都不肯来，所以他说你告诉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各样都准备好了，所以请你们来参加这个筵席。这个那些人不离就走了啦，就走了。有些人讲说要到田里面去，这是另外的福音书里面。有些人讲说要去做买卖，有些人说我刚娶了妻子啊，所以没办法去啊，不能去。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图里面就是这些人这些人有些说要去做买卖，有些说刚买了牛，有些刚娶了妻子这个他们都不愿意去，所以他说你出去了，你出去。把哪些人请进来？把那些瘸腿的、瞎眼的，那一些无依无靠的人请进来。这是左边这个图的那个左下方这一边。那右边这个图呢？右边这个图其实也非常有名的图啊。这些人非常忙碌了，你看这个非常在忙碌忙碌的他自己的生活，所以请他们来，没有人愿意来。我们看这个右边这个图的后面右后方那个就是筵席要举行了，结果呢？大家都不愿意去参加，所以他中间那个图呢，中间那个门的外面呢，就是请那些什么，请那些残障的这些人进来，请他们进来。再来我们看一下所以家主就动怒了，对仆人说：“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来，凡意见的，不论善恶，都招了进来，筵席上就坐满了。”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左边这个图也一样瘸腿的小孩子那一些需要的人，请他们来参加这个筵席右边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周边这些大概都在那边求乞的这些人那些乞丐，请他们进来你说这些人会不会进来？一定会而且非常高兴因为我在恩友教会就是请的都是这些人来赴这个筵席所以他们都非常高兴，都很愿意进到这个筵席里面这个爱宴里面。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几个人，一个就是那个主人，还有那个他的儿子要娶亲第三个就是请仆人出去那些仆人。我们知道这个仆人，耶稣的比喻里面还有讲到很多跟仆人的关于仆人的比喻。仆人有哪些呢？有善的仆人是什么？说忠心有见识了，按时分粮，警醒预备。警醒预备就是那个10个童女有5个可以警醒预备，5个都就是在那边打瞌睡了，不准备了所以恶仆是这样，恶仆的时候会动手打他的同伴还有吃喝醉酒吃喝醉酒，还有打盹睡着，这是恶仆。所以结果呢？结果说善仆的时候就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就是进到神的婚宴里面。那些恶仆呢，就丢在外面咬牙切齿这是圣经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再来，耶稣又讲的那些仆人里面有哪些呢？有领5000的，领5000的说赶快出去又赚了5000嘛。领2000的也一样，另外出去又赚了2000。只有领那个1000的，他说怎么样？他说知道这个主人非常严厉所以就把那个钱埋起来，怕说他去做生意的时候亏掉了，所以他就把它存起来。存起来的时候就埋在那个土地里面。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说把它挖出来，要还给主人了。主人就对那个5000跟2000的讲说：“你忠心了忠心有见识了，所以再多给他5000，多给他2000。那个1000的呢，就把那1000的呢，把他赶到外面去了，把那个1000给那个5000的。所以他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有的还要给他不足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把它拿走这个是仆人，这些仆人其实我上个礼拜我回家一趟因为恩德教会要在那边设立一个礼拜堂就要设立，就是要做那个儿童的事工去的时候就碰到一位神的仆人那个神的仆人是以前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后来他再去读神学院就出来传道那传道他不属于任何教会他完全依靠神的供应这样来到处传道都在台西那边因为台西那一边就是西澳、靠澳那一边，云林那一边大概最像那亚妈祖迎妈祖就在妈祖的时候，所以他说那一边人大概信的比较少他本身就是那一边的人，所以他就在那边开拓教会。我们去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曾经4个月
哦，3、4个月4个月，吃饭吃那个糙米饭，然后加盐巴，说3、4个月。他说神没有让他身体有什么问题，他说这样度过了。现在我们说请他来帮忙，要给他一些谢礼，他说不用，因为他神已经祝福他，因为他弟弟开了公司上市了，他就给他一些股票，他说那股息他领了就够了，所以他不用，他愿意来帮忙。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善仆就是这样，忠心有见识了，他到处去为了那个福音呢，到处去载那个小孩，来参加那个，就是他帮忙他，因为他英文很好，他在美国有得到博士吧，所以他就会教他们英文啊，教他们查经这些他自己还练弹钢琴啊。他说钢琴有其他调他不会，C调他会弹买了电子琴来，把所有的那个歌谱，他们出了歌谱大概600多首，都把它学好了都把它学了以后，他说他就可以来帮忙弹那个钢琴了弹那个电子琴。我们知道这个是仆人这个仆人。再来，主人说好啊，你这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再来那个那个恶仆呢，他说重重的指示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等于讲假给切齿了丢在外面，那是恶仆了我们知道后来耶稣也讲说，被招的多了，选上的少，被招的多所以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有个问题我们想说那些人不是那个瘸腿的、瞎眼的这些人他怎么有礼服可以穿他一定没有礼服可以穿我们知道这里说有一个没有穿礼服，有一个进来了，其实那些瞎眼瘸腿很多，但是只有一个没有穿礼服。可见那个王有准备所有的礼服给他们，王准备礼服给他们，其他人都穿上了但是这个人不穿这个人不穿所以就说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就把他捆起来，把他丢在外面其实也一样我讲过，我在恩典教会那边服侍的时候，恩典教会那都是大概最底层的那个以前那个李正荣执牧就讲说四面壁都没他花，四边的壁都没有的时候就是依靠教会了。来的人，有些人愿意接受，有些人还是不愿意接受福音，他只要来吃饭而已一天吃2餐嘛每天都供2餐这样，他只愿意来吃饭，他不愿意接受福音。有没有？其实还蛮多的蛮多。也有人愿意，他会非常感动，他说怎么会有人愿意这样做？因为耶稣的爱，不是你谁的能力，是因为耶稣的爱这样的时候还是有人不愿意，所以有些人不愿意穿礼服了不愿意穿礼服。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礼服是什么？礼服就是基督的救赎、恩典跟公义。因为羔羊婚期的时候到了，新妇也预备好了，就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穿光明的那个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嘛，圣徒所行的义这个是耶稣基督有特别一直在教导了所以我们就穿上基督了穿上基督。所以以赛亚书怎么讲呢？说我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不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做公义有什么办法行善来得到这个衣服，不是的，是神给你穿上，拯救为衣给我们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还戴上了那个华冠所以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跟先知为证，
这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哦。使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你只要信嘛，只要信，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穿上这一个礼服。所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所以是凭耶稣的血，还要借着人的信。所以你若不信，就没办法称义了，因为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的罪，赦免你的不义。所以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个信徒的义行的时候，圣徒的义行，这个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罗马书里面很清楚的，就是已经耶稣做了挽回祭，是耶稣的血，那是借着我们的信，所以我们要信了才有办法。就是那个礼服在那边，你要不要穿上？随便你，他也不会强迫你，你自己去穿上。再来，我是在告诉你们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出死入活。我是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要活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听信，听跟信。我们知道旁边这个图这是毕士大池的时候那个神迹。耶稣在那边有一个瘫在那边30几年的那个瘫子耶稣跟他讲说：“你拿你的褥子起来，回家去了。”有些人会不相信告我一下，你来讲我法度，你这样讲我可以吗？我可以真的拿起来吗？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以利沙跟那个乃曼讲亚兰的将军乃曼，他不是麻风病吗？他抓了一个以色列人小女子去当使女那个女子说你得了麻风病，你是不是到以色列去？那个有先知，说不定可以医好你。乃曼一听就赶快去了，还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去到那边见了乃曼乃曼差人跟他讲说怎么样？你只要到约旦河去洗7次就好了。约旦河，乃曼怎么讲？乃曼说：“我们到那个大马士革那边，那个河不是比那个约旦河还要大，还要清澈吗？我干嘛跑到这边来？你叫我去洗，也不帮我按手祷告，就叫我去洗。”乃曼一开始不相信的，后来他有仆人跟他讲说：“他如果叫你说要去采一个更麻烦的事情，更不容易做的事情，你不是也要去吗？你就去洗看看所以乃曼后来就去洗了。我们知道有些人会不相信，为什么？好像太廉价了。福音也一样福音有些人会认为太廉价了。为什么这样？信耶稣就可以得救？真的吗？甚至耶稣讲说：“听我话，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就有永生。”所以就是听信，然后后来你自然会行了。所以后面才会讲到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那个恩友教会那个礼拜堂都有2边一边是因信称义，一边是行善得生就是按照这些话来的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约翰在约翰1书、2书、3书里面特别讲是怎么样？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因为神先爱我们。穿上新人，就是穿上新人的时候，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个，我们脱去了旧人了以后，穿上新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特别讲到要怎么样拒绝谎言，说实话，生气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含怒到日落了拖欠的不再拖欠，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台语讲垃圾的话都不当讲出嘴了，说造就人的好话，说造就人，台语讲什么？说讲在需要的时讲造就人的话啦，让听的人得到恩典，
不是得益处啦，说得到恩典，得到恩典了。哦，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所以可以得到恩典，所以是照着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再来，一切的苦毒、恼愤、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从你们当中除掉，并要有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常常会讲：干嘛呢？我们教会有这样有苦毒、恼愤、愤怒、扰乱、毁谤、恶毒吗？看起来我们没有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初代教会哦，大部分都是奴隶跟社会上最底层的，所以那一些人会，那一些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刚到那个恩友教会去的时候哦，确实这些人就这样了，苦毒、恼愤、愤怒、嚷闹、毁谤了。一切的恶毒都在心中。那个最夸张的是怎么样？最夸张的是两个人坐在椅子上哦，稍微碰到哦，那就打起来了，就打起来，两个人就打起来，打到这中间了啊！我就赶快叫下去说，赶快叫他走开，叫他坐好，不要在那边吵了。现在在礼拜，就会这样啊。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完全都是那些恶毒、阴毒了。所以动不动就打起来啊，一下就臭干打掉了，哦，就骂起来，就这样啊。后来慢慢讲啊，那个污秽的原理一句都不能出口，都要说造就人的话啊。这样慢慢的，大概磨了大概5、6年以后，现在不会。假如有人突然要那个情绪要发作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就拉着他，不行了，现在在做礼拜啊，做礼拜不能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以前的那个初代的教会应该也是这样，所以我说我去那边以后，我就读懂了圣经了哈，读懂了圣经。要不然我们想说，我们怎么会这样？教会里面都非常和善，怎么会这样？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再来参加宴席的条件有哪些呢？第一个，接受邀请。不接受邀请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所以那个摊子摊在那边呢，那一些瞎子没有看到耶稣，听到耶稣说行了神迹医治他们不知道啊，不会接受邀请。所以我们知道巴底买那个耶利哥那个巴底买，看到耶稣要经过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叫了，大声的叫。我们知道那个撒该也一样，知道耶稣这一次要经过了，他看不到，他太矮了，所以爬到那个树上去。这一些是什么？接受邀请，所以耶稣就邀请了他们。耶稣赴宴的时候，穿上主人早已预备好的礼服，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了。穿上这个礼服啊，所以第一个听信福音，我们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因此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就是不在法律之下啊。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在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有手书里面有特别讲说天上的基业了因为什么？因为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天上的这个产业所以这里特别讲说，因信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刚刚我们讲说那些仆人出去耶稣也有讲耶稣后来讲怎么样呢？到约翰福音15章说，你们不再称为仆人了，乃称为什么？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吩咐的，主人在想什么，仆人不知道，只有跟他讲他才会做。所以你现在变成朋友了，朋友的时候，朋友就会跟他讲说，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的理念，我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到后来耶稣复活了以后，不再是朋友。耶稣怎么讲呢？说我要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要去见我的父，所以从仆人变成朋友，再变成什么？变成家人了，变成家人所以这个地方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变成儿子，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就是披在基督了。台语不是讲披在基督了，台语讲啦，讲恁捌穿基督了，曾经呢，曾捌穿基督，穿上基督。所以那个基督就是穿上基督的时候，就是那个礼服。所以那个我们刚讲说那个礼服的时候，就是穿上基督。再穿上基督，就是信耶稣基督，遵行天父的旨意嘛。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耶稣特别讲到的。再来，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的。有人讲说，你的母亲来了，你的兄弟姐妹来了。他说，谁是我的兄弟姐妹？谁是我的母亲？凡遵行天父旨意的。所以他说，凡遵行神所吩咐、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就是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家人了。所以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一个其实我们没办法，每一个都做到了。每一个基督徒就做一小部分，做一小部分。有些人就是看到饿了，我们会帮忙他；有些人呢，人家渴了，我们会给他喝；有些人呢，做客旅的时候，我们会留他住；有些人说他没有衣服穿，我们给他穿；有些人呢，他去监里面看他。我们知道那个黄明志牧师就是都在做那个监狱的工作，这个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也做这些事情了。人会不会改变？我刚有讲到恩典教会那边，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大概15年前去了哈。那些人第一餐要吃的时候，用抢的，用抢的，为什么？怕吃不到，说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煮好了还要给你吃，所以大家争先恐后这样要抢啊。后来慢慢的就知道，一定够，所以后来有些人比较新来的，那就要挤到前面去抢啊。他们就会讲不用，排队一定够，一定够。后来就会变成怎么样？他们也会自己带东西来了。他们有些人会去工作了，会去工作然后就也会带东西来给他们大家分享。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改变，因为他领受到神的爱。所以王要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如果不做在他们身上，就不是做在我的身上。所以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了。做在一个，你会讲说这样很困难呢？耶稣有讲说，你只要把那个一滴水，一滴就好一滴水或者一杯水。”给那个需要的人，在天上我就会记住你，在天上神就会记住我们曾经这样。所以犹太人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讲说，那个故事就特别提到说，人要进到就是死掉以后要进到天国去嘛，要进到天国的时候。那个天使就问说：“你有没有做哪些帮助过哪些人？”有的就让他进去，有的就让他进去。其中有一个当乞丐的，他那个脾气非常暴躁，他就讲说：“糟糕了，我什么都没有。”后来想一想，有，我曾经把一个萝卜红萝卜给另外一个乞丐了，给另外一个乞丐。那个天使说：“好。”那这样可以，你可以抓住这个红萝卜进到天堂里面去。他就抓住那个红萝卜就慢慢升天。结果呢，他说怎么回头一看他抓着那个红萝卜要升到天堂去，后面还有很多人抓着他的脚也要一起跟上去了。他就非常生气就用力一踹，要把这些人踹掉。一踹的时候，那个红萝卜掉了，这整个人就掉下来。这个是犹太人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些人你在到天堂去的时候，神问你这些，你有没有坐在这个最小的身上？一杯凉水就好，其实我们都会了，基督徒一定会的。羔羊的宴席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全能作王了。”所以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为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天使吩咐说：“凡被羔羊的婚宴，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最近这1个月我们有好几位了，我知道就有3位了3位被请去参加羔羊的宴席了。我们曹庆兄也参加羔羊的宴席。上个礼拜五我参加我们大金也一样，他也被神接去了参加羔羊的宴席。还有单丢的牛，老单丢的牛，他也被接去参加羔羊的宴席。所以凡被请赴羔羊宴席的有福了，这是神真实的话。他有没有穿上这个礼服？我相信，因为都有了，因为他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有圣灵的印记。所以我听见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那个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有些人很年轻，像我刚出生，大概8天就被抱去那个牧师那个老牧师帮我施洗嘛。其实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有些人就是长大，还有些人是怎么样？是临终的前一刻前一刻。那个侯宪明长老他父亲呢，一世人拢在做庙宇的小，拢伊在管。阮贵高那个庙都是他在管。为什么？因为他最正直，不会偷拿庙里的钱。后来那个他要去世的前一天，我们不知道他会去世他说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了。就他们牧师我几个人就过去问他，就跟他结束了，都结束了。牧师就要帮他施洗了，突然电话来了，他大哥说你庙的钱要不要和人交清楚呢？你回来交清楚，你才去受洗啦。这样讲他说有结束，他有没有结束？有，他已经结束了。他要信耶稣，都问了很清楚。也跟他讲说不一定信了以后祷告以后你就好起来了，因为他是肺癌末期嘛。他知道了，他知道，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结果呢，隔天一早去世了。我们就想说，他没有受洗因为为了他大哥讲说这样，他说好，我明天回去我要出院回去帮他办理。但是我们知道他有节制他有节制，就像那个钉在耶稣的旁边那个强盗跟耶稣讲耶稣你进入乐园的时候，你的国来临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了，你带我进去。耶稣讲说，今日你要跟我同到乐园。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节制怎么样，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越早信的时候，你就越早领受神的恩典了。越早，有人讲，我有影啦，我都要过世你才来信的要不然你们基督徒很多规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其实我们知道，你越早信的时候，越早领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难处。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会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你就可以刚强壮胆的走过这一个困难的时刻。唯有经历过困难的人才能够体会，也许是身体的困难，也许经济上的困难，也许是精神上的困难。唯有经历过的人，你才能够体会神同在那个喜乐。看到我正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神在门外叩门，我们都已经开门了所以耶稣跟我们讲，咱捌称基督了保罗讲的说，咱捌称基督，我们曾经穿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穿在基督了披在基督。所以那个礼服我们已经穿上了，我们就不要把它脱下来不要把它脱下来，就进到那个宝座里。所以得胜的时候是那个与他同坐，就像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在天上参加这个宴席了。所以圣经讲说天顶的一日，天上的一天地上的千年千年如一日
所以那些人去了，我们条件下本地人他们去了以后，一转过头来，哎，今天你也来啊？哦，一下都来了，全部不要5分钟，他们在那边还没有看到神所创造的宇宙的奥秘还没有看完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要参加这些宴席了。愿神的话能够牢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参加这个宴席，我们是何等的福分，是吧？求你让我们也穿上了这个礼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请咱来吟圣诗588首。外面些人在拍门，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这时咱要用感谢心来奉献，请属下的接事来侍奉。请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真济。这
是咱起立，咱要来吟上吟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上吟线，咱要请叶长老为咱接导。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这是我来报告。顶报告大先吼，咱今天哈真的很欢迎我们有一位从香港来的弟兄，还有他的太太也过来，可不可以？陈俊峰陈先生，还有他的小孩子。我们真的很感激哈，因为他们是出来到台湾来旅游，然后既然在旅游的时间，把早上礼拜天这样宝贵的时间，他既然给主来到我们教会，我们祝福你们在台湾这边玩得很愉快，我们欢迎你。然后咱来看吼，咱下周8月30日主日圣工论坛的侍奉者吼，伫咱顶头吼，然后特别提醒一下，就是那个下礼拜的那个献诗是有社青，所以社青的话，等一下在礼拜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聚集一下？我们先把那个下礼拜的那个要献诗的歌稍微练习一下，好，麻烦社青团契好。然后消息报告哈，那个我们今天在我们这礼拜的8月20号，我们有针对陈堂娘陈丁老牛哈，就是说我们有在8月20号这边有做那个家庭礼拜在教会。那他边现在预定的话是在8月30号的话，是会在8月30号早上的话9点的话，怀恩馆就是以前的那个二边啦哈的景行楼1楼这边的至中视厅这边举行入殓礼拜。那下午的话1点30分的话，在士林长老教会这边会举行安息主怀礼拜。那9月1号的话，就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的话，在平安园这边会有安葬礼拜。那这边的话，就是大家记得这时间，然后来参加这样的跟陈长老最后的一个告别哈。然后再来就是下周日8月31日下午1点妇女及夫妇团契有邀请陈一杰姐妹分享的题目就是资产传承，照顾自己和所爱的人那欢迎大家不光是夫妇团契跟那个妇女团契就是成员，就是说教会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然后再来可惜，那本会预定在9月14号召开临时和会那这次临时和会主要是要改选到任的2位长老跟5位执事。那长老跟执事的候选，就是改选的时候的候选人跟会员名单有没有贴在后面这边那请大家去看一下有没有出入，假如是有出入的话，可以跟我们慧华长老这边来通知他，那做修正。
那下周的那个新眼光的读经进度的话，是撒母耳记下12到18节哈。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来继续做我们的教会的一些肢体的交通跟代祷事项哈。那在这边哈，我想，要特别就是说，我想不是说感谢啦，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上几个礼拜的话，司仪的话就是因为肺部的部分，他也住在 ICU。那实际上他昨天已经回到家里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哈，我这边就是那个小丁乐哈，传给我的几个早安贴图了。我想这个东西哈，我想念出来给大家听，就是说，这是他这段时间里面包含司仪的心情哈。他说：“神允许苦难发生，他也应许恩典临到。司仪生病住在 ICU， 是不是苦难？是苦难。但是神必把恩典在他身上。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昨天谢长老跟我讲，祷告能使你亲眼见证奇迹。下场的这段时间，我想他本来就是一个很虔诚的个基督徒，但是透过大家为司仪的祷告，他亲眼目击了祷告真的发生了奇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等一下的话，我们也要继续为我们教会里面身体欠安的兄姐，彩云姐、秀英姐，还有司仪姐妹，及照顾她的家人来代祷，也恳求主跟他们同在，固守他们，持续扶持他们走过这样艰苦的一个时刻。然后再来，我们要为我们姚丁乐家，还有陈菊子姐、孙辉兄一家的身心灵健壮来代祷。那这时候，我们请叶长老带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这些事项来做代祷。咱三位来献上咱的祈祷和感谢。主，咱来拜阮的上帝，阮又一摆感谢你，你护着阮真多你的囝、你的查某囝。阮实在不配，但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主，咱来拜阮的弟兄为着身体欠安的，主，阮为着彩英姐，为着秀英姊妹，为着这个有一点失智这个兄弟，主，祈求你看顾保守，祈求你的灵常常伫个心内，用平安喜乐的心安慰扶持因。主，阮来特别为着姚长老这个家庭献上阮的感谢祈祷，祈求你看顾，愿在伊伫年老，还阁天条伫你，还阁为你的福音征战好的征战。主，祈求你保守看顾伊这个家庭，这个囝儿孙。阮为着剧组这个家庭献上阮的感谢，祈求你看顾保守，也带领伊的囝儿、查某囝、伊的孙。万军的主，阮为着这献上阮的祈求，甲阮的感谢。主啊，阮也祈求你保守阮每一个属于你的囝儿的，明白你的疼，体会你的疼，以及你的同在迄个喜乐甲平安。阮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接下来的话，泽伯今天有要做分享吗？有是吧？我们现在请泽伯执事来分享今天小组里面所要读的圣经《撒母耳记下》5到11章，这边请泽伯。我们这礼拜进入这个撒母耳记下5章到11章哦。那因为隔2个礼拜，进度本来是在从撒母耳记上中间有那个扫罗那部分就跳过了哦。那我们这礼拜第5章到11章的部分是讲到那个大卫他已经那个来到那个希伯伦的地方。那而且那个以色列的众支派的长老都来拥护大卫做王哦。那所以他在希伯伦就再一次第3次被那个就高立做王。
那然后也记载到这个他们他的将军就是他的那个元帅约押就帮他打进把那个耶路撒冷城攻下来。那所以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之后，他就到那个耶路撒冷做王。那在耶路撒冷就做王40年这样子。那那第5章的部分，就刚刚讲他们大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每一次征战，他都会求问神哦，就是说我应不应该接受这个战争哦，然后求问神。那如果神说 OK， 那他就去征战哦，神都为他征战。那然后那第6章有提到一个，就是大卫他要把约柜接回来。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有讲到，那个约柜他放在基列耶琳那个地方放了20年哦。那然后大卫他做王的时候，他要把他接回耶路撒冷。那但是这中间有一些插曲，那可能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乌撒哈，就是一位祭司，他在约柜运送的过程中，他去怕约柜他们放在牛车上面运约柜，那结果他去扶约柜就被神击杀了。那这事件当然大家可能都觉得说，这个人很无辜哈，他是好心，结果被神杀了哈。那但是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一个可能是神的规则，就是说神制定的规则。他说约柜它是不能用牛车去运，它应该要用人去抬，所以你一开始就是这个运送方式就是错误的。那然后那神乌撒又去摸，也是违反神的所制定的这些规则哈，就是他们之前在旧约的时候都已经有订立这个条例。那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说，神他制定的规则是不能随便哦，你不能去随便去干犯这个规则。那即使说我是出于我自己人的意思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在第7章的地方有讲到神跟大卫立约。那这边也是一个非常算是对我们来说，对大卫或是对我们今天的人对犹太人或是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就是意义重大哈。就说神跟大卫立约，说只要就反正就是说他的国将一直在大卫这边，只要大卫有遵行神的话语，那个国会永远建立哈。那然后再来就说中间有讲到大卫信守承诺哈，他就是善待就是扫罗的后代哈。他跟约拿单曾经有立约，那说要不要就说得到权位以后就清算他们的家族。那所以大卫就把他他在战争之后还有一位约拿单的儿子他就接到耶路撒冷，然后跟他就是与他照顾他那然后第11章就是讲到大卫犯罪那这边就是他在跟拔示巴这一段，可能这个故事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没有再继续说我就不要在这边再详细讲。其实这中间我是觉得大卫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下这边可以让我们看见，就说
那个人性哦，我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大卫身上看到那个人性。那还有他跟神的，就是他怎么样让他的生命让神来介入哦。那这边我们也可以还有一个两个地方可以那个算是说那个从参考就是或者说看见大卫的心情哦，他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诗篇呐哈，就说那个大卫在那个逃亡，还有他做王之后，还有他之后犯罪悔改，就是我们可以从那个就对照来看哈，就是诗篇那个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在那个阶段什么时间点，那他写的那个诗篇，然后那个从他写的诗篇跟那个当时的事件对照来看哈，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大卫的心情啊，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神在这个大卫身上的，或者说大卫对神的这个那个倾诉哈，就是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那个我们今天看的5章到11章的地方是那个我们也可以对照那个历代志上哈，就历代志上是13章到20章的部分，它也是在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一段故事。那但再另外提一点是说，那个大卫就是那个有神跟那个大卫立约嘛，那大卫就那个有做一个颂赞的祷告哦，是颂赞或是祷告，就是他那在那个是就是不知道第几章我现在有点忘记。那我去查哦，他是说那个在历代志上的16章那边也一样有更详细的大卫的颂赞。那他是那个诗篇的105篇、106篇，还有96篇。然后另外还有诗篇的第60篇，也是都是包含在我们今天这一段就5到11章的这里面，大家也可以可以参考，就互相对照来看。好，谢谢。这里我再补充报告一下哈，因为那个我们8月30号陈堂娘、陈长老娘的一个赛斯林教会长老教会的安息主怀礼拜哈，那有卫歌的是由我们教会的那个棒中团跟诗班这边会去唱卫歌，所以说麻烦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唱卫歌的棒中团跟诗班的同仁，能够在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我们2个团体的话会一起练习，好，再麻烦那个棒中团跟诗班的同工1点的时候，我们在这边一样，我们在做这个练习。那我们今天结束我们今天的礼拜，那我们请圣歌队来唱祝福的歌。
时咱起立来行平安礼。那结束平安礼了以后，请社青的同工可以往前面移动，我们要练习下礼拜的那一个圣献诗。好，请社青团契的成员能够往前面移动。